明仔特别公布大学学测的成绩，专家是建议学生先了解家己的兴趣，嘛爱评估世界产业的趋势，再来选填申请的科系。大学学历测验2月23公布成绩，将近12万的学生面对这么多学校科系，到底安怎选才通对未来找头路有帮助？人力银行建议选科系进前，先评估世界的产业趋势。ESG 相关的这些学程这样子哈，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环境保护有个使命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元素把它放进来做考虑，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还是跟这个我们数位企业要求数位转型的这个人才哈，跟数位化有这个关系。好，所以像很多学校可能有这种 AI 相关的这个科系或这个学程。那另外一个可能跟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年龄开始就是高龄化有关系哈。好，所以有些可能跟高龄产业有关系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这阵工程类的毕业生起薪有3万4，管理、社会人文类的是3万通科。另外，读大学的时阵，若捌修过数位资讯相关的课程，较有机会加薪水。也若读文科的学生，学者鼓励会当增加语文能力，提高竞争力。尤其是这些，如果同学们想要去外商公司上班，或者是比较台湾的比较国际化的产业，对企业主来讲，他就会认为这样子的同学将来聘到他的公司，把他派到海外去，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小。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实习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有实习机会，他就会比较了解实际上的跟他想象的是不是一样的。中央大学表示，教授伫面试学生的时阵，也是会参考在学的表现，建议同学经学校科系进前，先评估家己的成绩甲课外的表现，才通提悬录取的机会。记者麦尚英、张俊佑台北报道。